Hi， 大家好，歡迎返嚟 VN Home HK 嘅 YouTube Channel， 我係 Kenny。今日我帶大家嚟到河內東部，一齊睇下呢個全越南最矚目嘅發展核心 Ocean Park 2同3期。呢兩區同 Ocean Park 1期一齊構成咗一個佔地廣闊嘅超級都市 Ocean City， 係河內邁向現代化衛星城市嘅重要指標。呢個新市鎮之所以具備咁強嘅競爭力，關鍵在於佢嘅交通佈局。首先係貫穿園區中軸嘅 3.5 環路，佢將呢度同河內南部以及西部新區連成一線，係成個區域發展嘅經濟命脈。另外，規劃中嘅4環路同埋關鍵嘅玉回大橋，亦都係重頭戲。呢條大橋一旦落成，將會打通 Ocean City 同河內南部嘅交通樞紐，令成個區域真正融入首都圈嘅黃金發展環線。除咗強大嘅基建，呢度嘅生活配套亦都非常完善。由頂尖醫院、國際學校到充滿異國風情嘅 Grand World 同埋 K Town 商業區，基本上你諗得到嘅生活所需喺社區內都已經幫你準備好，係一個發展成熟嘅高品質生活圈。隨住 3.5 環路、4環路同埋玉回大橋逐步實現 Ocean Park 2同3期已經企穩喺河內發展嘅最前線。今日我會帶大家深入了解呢個區域入邊唔同嘅住宅板塊，一次過同大家分析清楚。Let's go！ 我哋喺 VN Homes Ocean Park 2第一個要介紹嘅項目就係 Mastery Trinity Square。作為 Mastery Homes 喺依區嘅首度亮相，佢絕對係指標之作。呢個項目規模龐大，係由9座高端住宅大樓組成，坐落喺 VN Homes Ocean City 嘅心臟地帶，由品牌一貫嘅國際級標準打造。佢位置優越，緊貼住中央 Empire Park， 將活力、聯繫、平衡3種生活哲學結合，為住客帶嚟全新嘅高品質居住體驗。雖然係首個登場項目，但係反應極之震撼。自2024年底開售以嚟，呢幾千個單位喺短時間內已經全數售罄，創下咗區域內嘅成交神話。我哋喺 Ocean Park 2第二個要介紹嘅項目就係2026年全新登場嘅 Mastery Grand Coast。作為區內最新嘅旗艦作，項目由7座住宅大樓組成，正對住超震撼嘅 Royal Wave Park 人造沙灘，地理位置直頭係全區嘅核心。Grand Coast 繼承咗 Mastery Homes 嘅國際級高品質，部分單位更配備咗罕有嘅弧形落地玻璃，無論係景觀定係建築設計，都提升到一個新高度。不過大家要注意啦，呢個2026年最新項目目前係本地買家限定，只開放俾越南籍人士認購，係專為本地精英打造嘅尊貴社區。嚟到呢段片第3個要介紹嘅項目呢，就係 Mastery Spring Bay。作為 Mastery Homes 喺呢區嘅另一力作，成個項目由5座高端住宅大樓組成。除咗延續品牌一貫嘅奢華路線之外，位置同配套都絕對係頂級之選。呢度最特別嘅地方係佢只限越南本地買家認購，係專門為本地精英打造嘅純粹高端社區。而家 Spring Bay 已經正式全數售罄，喺本地買家嘅強力追捧之下，5座大樓全部一屋難求，再次證明咗 Mastery 品牌嘅強大號召力。嚟到呢段片第4個要介紹嘅項目就係 Mastery Landmark。呢個項目目前依然喺市場上邊火熱發售中，但係大家要留意啦，佢同之前提到嘅項目一樣，目前都係只限越南本地買家認購。作為 Mastery Homes 喺區內嘅另一個指標，佢將現代建築美學同高品質生活完美結合，係專為追求卓越嘅買家而設。第5個要介紹嘅項目就係由 MIK 發展嘅 The Parkland。呢個係一個規模極之宏大嘅開發計劃，成個社區預計會起大約30座住宅大樓，仲要係圍繞住超大型嘅中央公園而建，生活環境極之優美。目前項目啱啱開始發售第1期，最吸引嘅地方係佢嘅入場門檻，每平方米單價比頭先介紹嗰4個 Mastery 項目更加親民、更加低，絕對係投資嘅好選擇。最重要係呢個項目外籍人士都可以買，而且係同本地買家共用同一張價單，唔會因為外籍身份而加價。如果你想揾一個規模大、價格有優勢、環境舒適，
而且具備極高投資潛力同埋外國人可以直接落名嘅項目 The Parkland 絕對係目前嘅首選。今日帶大家一連睇咗5個喺 Ocean Park 嘅項目。事實上 Ocean Park 已經成為咗目前越南最炙手可熱嘅區域，無論係本地定係海外投資者都極之睇好呢度嘅發展。憑住成熟嘅配套同埋日益增長嘅人流呢度嘅物業升值潛力絕對不容忽視。如果你係外籍投資者，想揾一個性價比極高、圍繞中央公園生活，而且具備極大升值潛力嘅項目 ，MIK 發展嘅 The Parkland 絕對係目前市場上最值得關注嘅投資機會。如果你鍾意呢條片，記得幫手點讚、訂閱同分享啦〜